弓箭手待命。所有弓箭手待命。其他人跟我来。 魏军主力正在攻城，你快回去，这里交给我了。各位将士听好了，不管周围发生任何情况，都不准擅离职守，违者格杀勿论，格杀勿论，挡住魏军。董素峰，守住阵地，下一波攻来的才是魏军真正的主力。 这里相对安全了，我去救花狐。柱子，我们现在都这样了，你回去是救不了他的。可我不能看着花狐死啊！你还不如回去搬救兵呢。
木兰，木兰，木兰。木兰，你快走！谢将军的主力队伍马上就到，快走！花狐，我没事。花狐，来。殿下，开门！快开楚门！圣乔，开门！衣冠，衣冠！啊！哎，救人！救人！不惜一切代价救他！快！禀报将军，报，罗松峰的防线已经被我们全部瓦解。殿下，他们撤了。司车，清点战场，半个时辰之后向我禀报。是。拿去，清点所有营队。将城头折损的人手和缺口迅速补上。是。怎么样？启禀谢将军，刺伤花狐的人非常厉害，并没有刺到他。但是什么？但是他箭头的伤有毒。那你还不快帮他解毒？谢将军，这箭上喂的毒是柔然毒油，不是中原的，无药可解。你说什么？谢将军，我真的已经尽力了。怎么可能没有解药？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，毒药和解药也是相生相伴。既然这毒药来自柔然，那解药在柔然一定能找到。我不管，你必须把他给我救活。谢将军，如果能救活，我几年前……你说什么？几年前在五凤谷。我问你，这箭有没有毒？这是我手下的箭，有没有毒？有毒。伤在肩膀，可以挺多长时间？
估摸着1天时间。解药在哪儿？在医官那里。哎，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！医官，殿下，监督的解药呢？啊，快！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！驾！外面什么情况？有几个士兵死了。什么原因？箭毒。你是怎么进入军营当上医官的？回禀将军，那年在五凤谷，罗昭险些要杀了我当时特别害怕。虽然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杂役，可是我跟随他的时间并不长，他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后来我就跑了，我本来想去投靠亲戚，可是又怕连累了亲戚。西金将军的队伍招募医官，正好我有一技之长，就从了军，想着为魏国效力，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。韦陀是您的本名？是我本名，在五凤谷，他们才叫我小三子。你之前在军营里见过花狐？见过很多次了。花狐是我的好朋友，对我十分信任。花狐是我见过的所有人中最为佩服的一位。如果花狐不治，我拿你问罪。将军，不好了，你快出来看一看吧。多伦，将军，解药，赶快给花狐送过去。是，谢将军，这是柔然人送来的药，恐怕有什么诡计，慎重。殿下，殿下，你没事吧？怎么样？没事。殿下，我听说你已经一刀杀了花狐。谁说的？很多人看见了。我那一刀没有杀死他，但是他中了一箭。哎呀，我说你刚才冒那么大的风险，原来是给他送药去了。殿下，你不是发誓要打败他吗？怎么又舍生忘死的给他送药呢？我是要打败他，但不是杀了他。那往后我们要是遇见他，是不是还是有箭不射，有刀不砍啊？哎呀，我的殿下呀，你可知道，昨夜带兵袭击我们的正是他，他早已不是一个普通的魏国士兵了，他现在是尉迟床的床主。你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放过他，他可不会放过我们。启禀将军，医官魏陀刚才派人送信，说花狐已经醒了。太好了，花狐要好了。来，谢谢。
谢将军。谢将军，感觉如何？好多了，就是浑身没劲儿。哦，这是因为身子比较虚，你失血过多，多休养几天，就没事了。既然花狐没事，我也兑现我的承诺。韦陀，功劳簿上也有你一笔。谢谢将军。我也要谢谢你。不用谢我。你战斗受伤，我为你医治，这是应该的。花狐，你还要感谢一个人。谁啊？多伦。如果不是他送来解药，韦陀纵然是华佗在世，也没有办法。这是报解药的私仇。你肩头的那一刀也是他砍的吧？是，但是他不是要杀我，他是要救我。皇上，臣进兵圣乐已取得重大进展，不日即可攻克。不日，究竟是哪一日？谢继臣，你也学会了那些官话，竟拿些似是而非的言辞糊弄朕。臣不敢。长孙翰的队伍从今日起已经开始断粮，柔然大王子吴提带了1万兵马，已经到了边境。朕就不明白，区一个圣乐城，为什么就攻不下来？启禀皇上，臣已将圣乐外围攻克，柔然兵马已全数退回城中。如你所说，如今圣乐已经是一座孤城，那应该很好解决呀。请皇上再给我一点时间。我可以给你时间，但多伦他不会给你时间。3日之内，柔然的援军赶到，你该如何应对？臣将与之周旋到底。如果柔然援军不攻圣乐，改攻平城，而楼福烈与长孙松抵挡不住，你又该如何应对？臣当回救平城。如果多伦趁势出城，两面夹击，谢继臣，到那个时候，你又该如何打算？臣哪怕腹背受敌，也要与之血战到底，万死不辞。国已不存，你一身殉国又有何用？谢继臣啊，朕不要你做殉国的忠臣，朕要你做力挽狂澜的名将。谨遵圣命。你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朕限你在柔然援兵赶到之前，攻下圣乐。臣遵旨。爷叔，你送信回柔然是哪一天？初10。援军应该快到了。是啊，按道理援军昨天就应该到。难道信没有送到？不会吧？就算信使被中途拦截了，可咱们攻下圣乐的消息应该已经传到了可汗王庭。丞相他应该知道，立即增援呢。援军是谁领兵？不知道。也许是吴提。糟了，怎么了？这援军可能永远都到不了。你什么意思？这不明摆着吗？
来了就帮多伦殿下打仗，无题才不会那么傻呢。什么叫帮多伦殿下打仗？这是咱们柔然与魏国的战争，我们都是在为柔然而战嘛。你别跟我吼，援军迟迟不到，跟我没有关系。你，罗素峰，你冷静一点。叶树不过是在危言耸听。殿下，我和无题是手足兄弟，就算是为了捍卫，内心对我有成见，也不至于卑鄙到这种程度。不过行军在外，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，我们还是要做好援军久久不到的准备。只要我们能守住胜乐1个月，西边魏军粮断必然溃不成军，我们的西路大军就可以轻易突破。只要西路得胜，我们就可以轻易拿下平城。到那个时候，这一仗我们就赢定了。谢启臣虎视眈眈的样子，我们能守住1个月吗？这胜乐城墙本来是为了对付我们修建的，只要不开门，粮草不断，守住半年绝对没问题。窦素峰，在。传我将令，无论谢启臣如何挑衅，绝不出城。是。大汗，参见大汗。不用不用，你们接着绣啊！我和王妃随便看看啊。是。你们这都是跟王妃学的？是。那学了多久啊？学了3个月了。3个月？哦，3个月就绣得这么好了？谢谢大汗夸奖。好，你继续。是。大汗，柔然女子心灵手巧，一点都不亚于中原女子。是啊，是王妃亲自教哎。听说这王妃在魏国号称天下第1秀女呢。听说这王妃绣的花，连蜜蜂都分不出真假呢。赶快叫你妹妹去报名啊！你妹妹要是学会了织布绣花啊，咱们这儿还用得着花那么多钱去魏国买丝绸啊！我这就叫我妹妹去报名。快走走走，快走。王妃娘娘，给我一次机会吧！我从小就想学织绣，就是没有这个机会。你下次再来吧，王妃娘娘的锦绣学堂会一期一期的办下去的。好，那我下次再来。选上啊！这么多人干什么呢？不知道。锦绣学堂，学什么的呀？小姐，要不我们去问问？走。锦绣学堂是学什么东西的呀？贺红小姐，这是大汗专门为王妃娘娘开设的教柔然女子织布绣花的学堂。哼，原来就搞这些玩意儿呀！这些针刺丝绣的确都是雕虫小技，但是贺红小姐不见得能够完成。切！我一箭能射死1只老鹰，一刀能砍死1头野猪，还弄不了你这些玩意儿。暮云，拿根丝来。有一个女孩，她能把它分成16根。那个让多伦王子一见倾心的，就是那个女孩。你胡说！暮云，我累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啊，走吧，走吧。你等一下。谁赢了赏10斤羊肉，输了的给我拖出去打3鞭子。传。殿下，前方的斥候来报，多伦与谢启臣在生乐城下决战一场。
情况怎么样？多伦输了，多伦输了，损失大不大？不大，而且圣乐还在多伦手上。不过，圣乐的外围已经被谢启辰控制。圣乐没丢，损失也不大。那多伦就不算输。殿下，我们要不要马上赶过去？传我的将令，我们的队伍原地待命。还有，你每天派一批斥候，一定要随时掌握圣乐的消息，知道吗？是。罗素峰，你个欺软怕硬的孬种！为了你这么些天，你连个屁都不敢放，是不是怕我们了？只要你跪下来叫一声爷，爷放你们回柔然，回家吃奶去。罗素峰，你要有种就出来跟我们决冷静点。哎。竟然在圣乐城里不敢出来，还说你是什么下山猛虎？我看啊，你就是缩头乌龟。在柔然你横行不败，但是听了我们谢将军的威名，就吓得连头也不敢伸出来。多伦，我看你这柔然第一勇士的称号，还是改成道主第一吧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我去提他的人头上来。站住！你去就上了谢启辰的当了。殿下。谢启辰他如此侮辱你我，简直欺人太甚！我要让他们知道，咱们柔然人是草原上的雄鹰，不是土拨鼠。多苏峰，在魏国的军营里有成千上万的士兵等着冲锋，你相不相信，只要你一出城门，他们就会立刻冲到城下？那咱们就这么忍下去吗？我们闭城不出，谢启辰拿我们就没办法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忍下去。哎。传令下去，任务取消。殿下，殿下，那骂将已经回去了。你说，谢启辰派人骂朕这一招，是不是很失策？没错，骂了整整1天，也未见骂死咱们一兵一卒嘛。以谢启辰的为人，居然派人骂朕，这说明了他对我们的闭城不出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此刻，他的内心一定焦虑万分。朕未乱，心先乱，这可是打仗最忌讳的事儿。还有，我们双方对峙多日，大家心里都憋着一口气，而谢启辰今日一骂，却消耗了自己的士气，而我们忍下这口气，反而保留了更多的实力。殿下，你放心，无论他们如何挑衅，我都会坚守不出，继续忍下去。多苏峰，其实有没有援军，对我而言都无所谓。
一旦谢启辰失去耐心之日，就是我们出城之时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先围剿谢启辰，再杀入平城。好，殿下，到那个时候，整个魏国就都是咱们的了。到那个时候，战争也就结束了。殿下，殿下，马奶酒。先放着。哎，这几天有没有尉迟床的消息？啊，没有，4个方向的哨兵都没有看到尉迟床。这解药不知道有没有效。殿下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。你说，你费了千辛万苦送了药去，我倒觉得那魏国人不见得会用啊。你想啊，我们与魏人是死敌，而花狐是他们的功臣，他们也许会认为咱们在解药里下了毒啊。殿下，你要实在放心不下，我现在就带人跑一趟，抓个卫兵回来一审便知。不用了。目前的情况，我们千万要小心。这城门，我们绝对不能轻易打开。谢将军，虽然挖地道耗费时日太多，但我认为要攻破这圣乐城，咱们还是得里应外合。你说的没错，只是外合容易，里应难。这住在圣乐城里的都是咱们魏国的老百姓，只要我们派人暗中传递消息过去，他们一定会支援我们的。多伦紧锁城门，我们根本就没有机会。但是据我观察，每天黄昏过后，这城门都要开上半个时辰。这个我也知道，只是守城的士兵盘查极其严格，我们根本混不进去啊。
多伦。是。这是柔然人最喜欢的狼头琴。奇怪，什么？多伦的琴声里竟然没有杀气。是。他的琴声风花雪月，充满柔情，但是……无敌殿下，什么事啊？有一名斥候刚从圣乐回来了。怎么说？殿下，现在多伦和谢启神双方还在对峙，都没有动作。以后像这种事，就不用向我禀报了。但是如果多伦丢掉了圣乐，你们要第一时间告诉我。万一多伦丢了圣乐，再把责任推到我们救援不利身上，在可汗那里于公于私，我们也说不过去啊。你们俩人跟了我这么多年，应该知道我的抱负。这次是个打压多伦最好的机会，如果我们放弃，也许以后就没有机会了。殿下，你的雄心壮志也是我们最大的心愿，但是圣乐失守，可汗怪罪下来，你连爵位都保不住，还谈什么雄心呢？殿下，我们在此徘徊不前，最大的受益者还是魏国。殿下乃堂堂柔然王子，岂能让亲者痛，仇者快呢？别说了，这样吧，明日一早全速前进。殿下英明。无题，无题呢？叫他滚出来见我。贺红小姐，你不能进去。贺红，退下。是。贺红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先回答我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这儿打仗。打仗？啊？你不是说要去圣乐支援多伦吗？你从可汗王庭出发这么久了，怎么才走到这儿啊？贺红，不是我不想去救的，前面有楼福连的兵马，我过不去啊。过不去？你2万大军会过不去？如果是你在等待救援，哪怕是刀山火海，多伦也一定会冲过去。多伦才没有你说的那么大公无私呢。哼，你这种小人没有资格评论他。贺红，好，我不跟你争。我问你，你今天为什么要来这儿？我来看你啊，看你是如何逍遥自在的。我就知道你这种小人会暗害多伦，所以我专门来救他。原来你是来找多伦的。丞相知道吗？不用你管。贺红，你赶紧回去，往前20里就是魏国的军队，你在这里不安全。我不怕。你明明知道前方有魏军在设防，你为什么不进攻？你真是个胆小鬼。吴老侯在，送贺红小姐回可汗王庭，请。不见到多伦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带她走，贺红小姐。如果你非要我回去也可以，我就把你在这里吃肉喝酒、潇洒快活的情形全部告诉大汗，并且让他另派援兵。我相信大汗一定会将你法办的。贺红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要你去圣乐，我要你去救多伦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不是我不去救他，但前面有魏军，我过不去，就算是你也过不去。吴老侯，把他送回去。贺红小姐，你想送我回去？没门儿！端住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小姐，我们保护你，你快走！把刀都给我放下！我们奉丞相之命保护贺红小姐，你们谁敢上来？如果你们敢乱来，我就对你们不客气。小姐，快走！贺红，这，贺红，贺红不懂事，你也跟着瞎起哄！快去给我追！是，千万别伤着他！是，把这几个人给我带去！哼！殿下现在如何打算？没什么打算。如果贺红回到可汗王庭，向大汗告发殿下的话，他现在是不会回可汗王庭的。他的心里只有那个人。
还有什么话要带给花爷的吗？回去后，见到我爹，就告诉他我一切都好，我受伤的事你一个字都不许提，让他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好，没有其他的了？没有了。柱子，你这趟无论如何一定要完成任务。放心吧。哎，对了，你让我回五凤谷征收丝绸干嘛用啊？当然是打仗用。打仗？打仗用刀用剑用战马，用这丝绸干嘛呀？丝绸可以攻心，特别是五凤谷的丝绸。攻谁的心？他的心。末将。盛乐坚不可摧，但是他的心中却有一个致命的破绽。花虎，末将心中的破绽，应该就是对你牵挂吧？柱子，用丝绸攻盛乐，对我来说也非常痛苦。但是要打败末将，这是唯一的方法。末将虽然是咱们的敌人，可是他对你，他对我的心，是这个世上最宝贵的东西，对吗？我对他的心也从来没有变，但是为了魏国，为了这些百姓们，我别无选择。我明白了。赶快去吧，快点回尉迟床。那我走了。撤！撤！末将，我知道你爱我，要不然你就不会用心做这个弓弩送给我。你曾经说过，对你来说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的平安。可是现在，对我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天下太平。哎呦，这不是柱子吗？陈县令，我奉谢将军之命前来征收丝绸，还请陈县令全力配合。这是谢将军的令牌。哎呀，你看，这才多长时间没见呢，你完全变了啊，威武！陈县令，这批丝绸关系着魏国的生死存亡，千万耽误不得。最好在今天之内就可以全部征收完毕，我好带着丝绸回盛乐。哎，柱子，你在军营过得怎么样啊？你吃得好吗？升官了吗？你杀了几个柔然人呢？陈县令，这是10万火急的军令。临行前，谢将军特别赐我生杀大权，若有人从征作梗或拖延敷衍，我当军法从事。下官明白，下官明白。谁呀？奶奶。啊，柱子。奶奶。奶奶。我的柱子。奶奶。怎么仗打完了？没呢。那你回来干嘛呢？谢将军派我回来办点事儿，完事儿我还得回去。是办完了？我刚安排了一下。这不着急见奶奶吗？哎呀，好，好，好，跟奶奶说说，没有给你爹、你爷丢脸吧？奶奶，在战场上，我怎么能给咱们家丢脸呢？我负过伤，但现在已经好了，我还立过功，现在是队长了。队长，哎，太好了，咱们家还没出过队长呢。去，跟你爷爷和你爹说。哎，来，哎。
张家各位，你们都听着，我们柱子好样的，没给咱们丢脸呐。柱子，你说说，杀敌多少啊？没数过。你们听见没有？杀敌无数呢。不，奶奶，你别激动，我奶奶啊，花爷啊，花爷，柱子真的回来了。回来了，我这不正高兴呢。花爷，坐，倒茶。哎，柱子，花爷，我现在和木兰在一起呢。木兰她还好吗？好，她很好。哦，对了，花爷，木兰现在是我们的床主。你说什么？木兰现在是我们的床主。床主啊，木兰啊，这怎么可能？木兰她机智勇敢，杀敌无数。木兰现在是我们的骄傲，连谢将军都特别器重她。谢将军都知道木兰？我，铁匠，谢将军，还有以前天星堂那个小三子，我们和木兰都在军营里。但请你放心，这个秘密谁都不会说出去。好。谢将军有令，现在前线吃紧，打仗需要大量的丝绸，五凤谷众人务必在今日之内，将家里现有的丝绸全部交来，越多越好。前几日才捐了税，怎么又要捐丝绸啊？别再捐了，再捐就倾家荡产了。这冬天马上就要来了，这3盒蚕都要断顿了，我们家就等着卖了最后的家底儿过这个冬天呢。就是啊。陈县令，不捐行不行啊？是啊，能不能别捐呀？就是啊，别捐了。这个当然不行。既然谢将军已经开口了，我们多少都得捐点嘛。大家说是不是啊？捐多少呀？才刚捐完又要捐，我们花儿锦捐12匹丝绸。乡亲们，这些前线的将士连命都舍得，我们这点丝绸有什么舍不得的？花爷，多少给自己留点吧。留着最多也就是换点钱。要是这些丝绸能在战场上杀敌人，能够帮我们的将士打胜仗，这就是发挥了他们最好的作用。乡亲们，是不是啊？乡亲们，大家看看花儿锦，这就是楷模呀！我男人在前线，只要能帮他打仗，我捐什么都愿意。我们家虽然不产丝绸，但是家里刚买了半匹，本来准备给肚子里的孩子做2件新衣服，现在我全都捐了。有亲人在前线的，你们听听，这就是道理呀！我们浣花院捐23匹。这就23匹。子苏，谁让你把家里的丝绸都推来了？爹，前线的士兵都是为了我们才去打仗的，像柱子哥这样的都是我们的亲人。如果我们能多捐一点丝绸，我们的亲人就能少流点血，甚至保住命。爹，我觉得值。哎呦，多少也得留点啊，这里面还有赶着要交的货呢。娘，丝绸捐了，我们可以再织再绣，可要把打仗的事情耽误了，那就再也来不及了。是。爹娘，你们就听我一次吧。捐，我们浣花院全捐。各位好，
八爷爷，八爷爷，八爷爷，陈县令，八爷爷，老夫也前来捐献丝绸了，不多，只有11匹。虽然数量不多，但也算是尽一份心了。哎呀，八爷爷，你老就不必了吧？难道老夫就不配爱国吗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八爷爷，你连这个都捐了？这个都捐了啊！哎呀，这都捐了，更应该捐了。是啊，好啊！连这个都捐了。八爷爷，这个就不用捐了吧？为什么？八爷爷，你的这些丝绸都是珍品，我要征收的丝绸是要作为攻城的武器，太可惜了。说这些是珍品，因为我在其中花了很多功夫和心血。但是再多的功夫和心血，能和战场上为国士兵的生命相比吗？是，它是很宝贵，可是再宝贵的东西也比不上咱们为国的安危呀。八爷爷，我代表五凤谷在前线的将士，谢谢你。快请起，快起来！我们富贵绸庄捐15匹，我千色服装捐12匹。我捐，我也捐1匹。我们家捐3匹。殿下，有2个守城的士兵说抓住了一个可疑的人犯，在等你呢。殿下，这名女子自称是丞相的女儿，从可汗王庭前来找你，我们拿不准，就先给她压下了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多伦，快让他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他！多伦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怎么找到我的？先不说这些了，快给我点吃的东西，我快饿死了。我太饿了，多伦，我想你了，我特别想你，我就忍不住过来找你。丞相知道吗？我爹当然不知道，要是被他知道的话，我还能出来吗？我偷偷摸摸的准备了一些干粮，又让顿珠去帮我找了以前在魏国做生意的商人，打听一下路线，然后就出发了。你知道我第一个遇到的人是谁吗？谁啊？吴提。吴提？提起他我就来气，你这个大哥太不实在了。10多天前他领兵出征，说是到圣乐支援你，10多天后我竟然在武川草原遇到他，10天才走了这么点路，他是乌龟呀！我当时就质问他安的什么心，他还狡辩说是魏军挡了他的路，这不是很可笑吗？我说要到大汗面前告发他，结果他恼羞成怒，说要把我扣下来。幸好顿珠和2个侍卫帮忙，我才得以逃脱，要不然的话……不过顿珠他们还是扣在他手里了。好了，别说了，赶快吃吧，吃饱了好好睡一觉，我派人送你回去。你送我回去？为什么？我大老远跑来，我就没想要回去。你让我留下来陪你好吗？我们是在打仗，不是在打猎，一旦打起来，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的。我不怕，我也会打仗，我的刀快着呢。草原上的野狼见我都会怕3分，何况是那些魏国人呢？贺红，你别说了，别打扰我吃饭，吃完饭我还得休息呢。好啊，殿下，殿下，贺红小姐真的追到这儿来了。是啊，一个女儿家这一路上可不容易啊。
这贺红小姐真是情深意重啊。可这里并不是女人待的地方啊。是啊，我跟他聊了很久，他坚持不肯走。哼，还是要留下来陪我一起打仗。我已经没办法了，你们快帮我想想吧。殿下，这贺红小姐看来死也要跟你在一起了。哼，不过我倒觉得是件好事。什么意思？丞相就这一个女儿，贺红小姐铁了心要跟着你，丞相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殿下何不趁机接纳贺红小姐，与丞相重修旧好呢？哎，我知道你担心什么，不就是那个叫花木兰的女子吗？她现在是我们的敌人，就算不打仗，她也比不过贺红小姐啊。贺红小姐性格豪爽，对殿下又是如此痴情，更重要的是，她爹是可汗最信任的丞相。如果殿下再与丞相联姻，那无敌殿下就算闹翻天也没用。这韩魏将来……好了，别说了。启禀床主，这一车丝绸全部都是从五凤谷征收来的。好，书生，去叫人把丝绸卸下来。是，庄主。五凤谷好吗？和咱们走的时候没什么区别，就是冷清了许多。我爹他好吗？花爷，他老了一点，但是精神很好。奶奶怎么样？好，奶奶没什么变化，不过大家都说我有变化。走，看看丝绸。花儿紧的。对。这是我从军前绣的。这是我娘在的时候绣的。花狐，云姨绣的你就留下来吧。云姨不在了，你也该留点她绣的东西作为纪念。如果我娘的绣品能够打败敌人，那才是最好的纪念。花爷也是这么说的。陈县令叫大家捐丝绸，开始的时候大家还有犹豫，直到花爷站了出来，把花儿锦所有的丝绸都捐了，大家一下被感动了，纷纷捐出丝绸，没多久就捐够了。爹，谢谢你。这是浣花院的。那我就不知道了。这是紫苏绣的，我认识。哦，他技艺大有长进呢。黄狐，丝绸都运回来了。你怎么了？老先生把这个都捐了出来。有这样无私的百姓，我们一定能拿下圣乐。贺红小姐，野树啊，多伦呢？你没跟着他吗？啊，多伦殿下让我去东城那边看看，我正好路过这儿，看见你就来打个招呼。不是吧？肯定是他来让你劝我回去吧？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回去。啊，不是。不过说句心里话，我觉得贺红小姐和多伦殿下简直是天生的一对儿。
算你说对了。贺红小姐，能不能跟你说几句话？行了，有什么事儿在这说吧。多伦殿下在圣乐已经撑了快1个月了，实在是有点撑不下去了。野树，我就弄不明白了，无题搞鬼，他为什么不去告发他呢？为什么不派人送信到可汗王庭，让大汗另派援兵呢？贺红小姐，亏呀！原来无题在我家进进出出的，是算计多伦来着。其实贺红小姐跟多伦殿下情投意合，丞相与多伦又都是柔然的栋梁。如果他2人能够重修旧好，无论对贺红小姐、对多伦殿下、对丞相本人、对柔然，都是大大的一件好事。所以，这丞相与殿下的沟通工作，还需要贺红小姐多多出力。我明白了，你放心吧。回去，我先去可汗面前告他的状，再去说服我爹。我一定不能让无题的奸计得逞。那就全靠贺红小姐了。行了，不必多礼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对了，我有件事要问你呢。贺红小姐，请说。我听说多伦喜欢上一个叫花木兰的女人，她长什么样啊？那个女子极其普通，无论如何也无法与贺红小姐相比。天底下能够配得上多伦殿下的，只有贺红小姐你一个。以后你还有这方面的消息，一定要及时的告诉我。贺红小姐，以后你跟多伦殿下就是一家人了。多伦殿下的事，我没有不告诉你的理由啊。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。那我现在回去收拾东西，马上出发。贺红小姐慢走。大纳，爷叔，刚才你替多伦殿下筹划什么呢？谢将军，每辆货车都有这样的夹层，里面可以容身2、3个人。这外面堆上丝绸，根本看不出端倪啊。每辆货车可以容身2、3个人，这么多辆货车，再加上车夫，只要能进圣乐城，我们就能将圣乐城搅得天翻地覆。万一多伦不上当怎么办？他一定会上当的。你这么有信心？前些日子，将军，你看那边，这是什么人？这是我的文书，你请看。还有，我们这些货的票据，也都是齐全的。哎，小哥，你拿了我的文书，你得还给我呀！哎，小哥，告诉你，你就在这站着，再过来杀了你！小哥，你拿了我的文书，你还给我呀！他说他是西域人，从五凤谷贩丝绸到西平，走迷路了。五凤谷的丝绸，接下来